哇，敷一次呢塊面膜真係等於敷咗100次普通面膜。呢個必得出水嘅水光感飽滿到真係會俾人追住嚟問。話說前排掛住煲足浴，搞到好夜瞓，起身去廁所差啲俾自己嚇親啊！皮膚講到有紋，仲要剁咗。嗰時就係敷咗呢一塊曼秀雷敦 Derm Pro 超分子膠原肽水光彈潤面膜，搣落嚟嗰下真係俾佢震驚咗，皮膚好似標咗啲急救針咁啊！平時啲面膜咧最多都淨係話水分加多10零20%，膠原生多1-2種，但係呢隻直接幫你打爆機，一次過生21種膠原蛋白都算，仲可以增加皮膚1470%嘅水分。就好似幫皮膚灌咗成桶水同膠原咁，你咁樣笑、咁樣笑同埋咁樣笑都係冇紋㗎。我願稱佢為100次面膜，佢入邊係主打專利超分子膠原肽，好似條鎖匙咁，打開你皮膚細胞嘅制水制膠原開關，唔係表面補俾你，係叫你皮膚自己生透明質酸同埋21種膠原，專幫你膨脹基底。親眼見到鼻唇溝陰影明顯減淡咗，啲顯老紋一少，成個網絡即刻精神晒。佢仲有另一塊雙重蛋白提拉緊緻面膜，我係好勤力用㗎，啱啱過完30歲生日，好坦白講，皮膚真係冇以前咁 firm。呢塊面膜最勁嘅係有100%同人體相同嘅彈力蛋白同埋膠原蛋白，彈力蛋白可以幫你14日增加皮膚彈性47%，成塊面幫你收緊400%，就好似有隱形提拉帶咁樣托住個輪廓，係 firm 咗 sharp 咗。同系列仲有極致377節黑透亮面膜，即時見到煥白效果嘅面膜，由源頭抑制黑色素嘅大佬成分包裹型377，高純度煙酰胺同埋美白肽，阻止黑色素浮上嚟。想要敷完即時提亮咗2-3度嘅，即刻同我去試。